位觀眾朋友都講過之後，持續收聽遲朝國際。呢個禮拜上午後，我哋討論主題咯，全面全之後，我哋看兩隻主題。上半場先看到台中市對新營縣是拿到了東亞青年運動會嘅主辦權。冇想到24屆日東亞奧林匹克委員會對北京開了領取會，佢哋為主席劉片沙講，你話台灣就應發起2020東京奧運台灣全面運動。倆算係威脅到奧會模式，結果當合理取消咧，對台中市愛主辦東亞青年運動會嘅主辦權，樣做得安樣，韓國呢做啲樣辦回轉，先來看下部呢條新聞。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台中市主辦權受到中國反起嘅電視理事會取消，台中市總定價2周選表示已經聽候審風書，對於今年人類提出審覆。那今天會跟這個體育署。還有中華奧會來進一步討論然後會正式來送出我們完全沒有就是被尊重作為合約簽署的一方。那麼我們根據這些理由會正式提出申復。台中市總定價2表示，也係正式觀賞體育比賽2024年爭取到嘅主辦權家下簽署嘅主辦都市合約書，定義14條公道。今後原本合約引起嘅爭議，應該用符合大客嘅方式嚟解決，也係好點點未抄襲嘅做法，處理嗰種違反合約書內容嘅原則。主辦嘅台中市政府連公法嘅機會都冇，可以說是被告缺席的審判，我們沒有機會在現場說明跟答辯。所以對於有一些批評呢，事實上也跟我們台中市政府完全無關，我們完全沒有被諮商，而且這個過程也很不和諧，所以我們認為要來尋求解決。台中市總定價2個東亞奧會係用電視理事會嘅方式取消主辦權，過程係大家要強硬，注重應該會重新檢討嘗試。市政府會對過程無符合、無照合約書做大合提出審覆，係講無非議會提出國際仲裁核新聞綜合報道。第二版你講進去玩進去，運動嘅玩運動，我哋也看起來從唔係安樣，有點出了問題。今日節目地圖，我哋要強調係你嘅老朋友，特別係台好嘅莊國祥莊教授，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從你直接講啊，你阿拜2020東京奧運全面運動嘅發起人之一，基珍，佢係新中年，唔過佢咩客家人。我所以佢講佢發伊認同，佢講佢之前62年、64年、68年佢參加過奧運嘛，300佢參加名以國家嘅名義攞拿到嘅100拿到銅牌獎牌檔，下來都喺台灣。大家都當好奇，既然你用台灣參加過嘅，把門用變做你喺大家講嘅 Chinese Taipei， 你啊歷史係咪小記一下？嗱一點是講，你啊地圖做乜嘅加流片講你啊威脅到乜嘅奧會模式，你啊又係乜嘅意思？兩件事情麻煩告訴我。過去參加奧運吼，從1949年呀政府搬到台灣來以後吼，政府係希望用中華民國，好，但係國際奧委會知道講，作為中華民國也好，中國也好吼，不能夠代表真的中國啦嘛，好，所以也就希望用台灣或者係福爾摩沙，好，因為代表講一批運動員係只有從台灣和福爾摩沙中間產生嘅，好，並不能從中國產生咯。也係基於奧運佢本身咧，伊咧重在參加一種思考，好，所以國際間有當到並唔係國家體系，吼，好，基於講保障嗰條地方嘅運動員嘅權益一必參加，好，香港啊、澳門佢都嘅英國統治時代，佢一唔係國家，但係，好，國際奧會知道講，唔嘅譬如也有運動員，好，一保障嗰條嘅權益，好，然後嗰條一般能夠代表嘅英國嘅本土，所以就用香港、澳門佢喺嚟通呢啲企業嚟參加。所以其他社會希望講用台灣，啊，也就代表講確實控制嘅地方。但係政府佢知道講其他社會用台灣係一種矮化啦。明明就中國就中華民國，你睇下到台灣係矮化。但係也實在也唔係100%啦，因為其他時候政府係你要接數。好，甚至作為1949年吼，其他時候喺台灣嘅棒球去菲律賓比賽吼，就喺台灣隊。好，其他時候喺蔣介石做總統啊，當然因為啦吼，佢都一方面電到較大方，哦，台灣也好，好中國也好，佢因為政治上佢可以代表中國，聯合國嘅最重要，好體育比賽佢知道，好反正冇一種非常強硬嘅政治嘅意圖。
但係一種情況吼，到佢1975年過身以後吼，1978年蔣經國夾來嘅接掌政權以後，嗰個時候因為已經失去了呀聯合國嘅代表權咧，所以蔣經國政府嘅立場吼，點都變做一種嘅小事情咯，至少相較聯合國體育算係較小嘅事情咯。當然，吼，知道講非要爭，一爭我唔係講爭台灣嘅權益，爭講中國性啊，台灣作為中國嘅代表性吼，不能夠影響。嗰個時候已經不能用中國或中華民國，所以但係不能夠同中國完全切開。所以呢，到咗1976年嘅時候，嗰個時候加拿大希望台灣吼用台灣嘅名義參加奧運，吼嗰個時候佢就知道一同中國已經切開咧，所以1976年咧到加拿大奧運就冇參加，吼主動退出咯，吼嗰個時候因主動退出到國際間吼，個評價係動大呢，他知道講咱呢為到爭取，吼冇運動家精神，為到一爭取就把全國咧運動員咧權益就把佢實現嘅，哦，所以嗰個時候國際間對人係動批評。1980年哦，因為嗰個時候奧運都俄國嘅首都莫斯科舉行，美國就抵制嘛。嗰個時候反正要做唔得參加，就順水推舟就加入抵制啊，人家冇去參加。到1984年，問題政權愛去參加，因為到美國洛杉磯舉行嘛。嗰個時候哦，韓呢味道講，人家台灣代表隊不能同人家中國都切割啦，好不能夠冇中國。但係假使講用到中國吼。好，嗰個時候政府又不願意，知道講係咪要談將同呀？嚇，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強下，所以想來想去吼，好就想到伊咧較，自家知道較重視咧就會 Chinese， 好只有中國，但係又唔係 China， 嚇，所以就用安尼來代表。還有point咯，嚇又不能講台灣，因為嗰個時候吼，70年代末80年代初吼，到海外慢慢嚟講台灣獨立。吼，台灣愛民主化，吼愛統一一種嘅上浪，慢慢地已經有起來。所以講佢避免講引起過度政治嘅反應，吼，所以講台灣也不能用，吼就變成台北。所以 Chinese Taipei 是兩個結合強化。又有中國，又避免台灣，好，但係又不能夠講說明講一條人喺那片來，也不能夠完全脫離一啲關係，所以就按到 Chinese Taipei。所以1984年開始就確定呢個名嘅。開始確定名，而且吼，嗰個時候啊。本來吼，因為奧運佢有規定啊，個運動員哦，有啲無國家運動員吼，可以用個人身份參加比賽。吼，講啊，無代表乜嘅國家啊，代表運動員本身，吼代表奧林匹克運動會就做得。所以 Chinese Taipei 本來嘅真正嘅含義吼，吼國際奧委會含嘅解釋講吼，係 the Chinese who live in Taipei，就係喺台北嘅中國人。吼並唔係講一。你聽講人台北就會作為中國咧，吼，係你講即台北就會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冇按呢個意涵。所以嗰個時候吼，國際奧會另外本嚟一個名稱叫做 Chinese 北京，就會喺北京嘅中國人，吼，嗰片就會中國嘅代表隊，冇就講中國大陸嘅代表隊。但係人出家吼，又把佢正式化嘅套了，吼，變成講中華台北。哦，一出親也知道。所以中華台北你啊，中文唔係奧會本嚟嘅。即中華台北人自家解釋講台北就會屬於中華啦。啊，但係我見人條記條本來嘅意思係講吼，人一條運動員吼，佢喺一隻排嘅後背嗰條運動員吼，係代表一群喺北台北嘅中國人啦。喺北台北嘅 Chinese， 佢本身冇按強烈嘅政治定位講台北係屬於乜個國家嘅，係咧用這個台灣係屬於乜個國家，佢本身並不做按呢個政治定義啦。個歐巴變落去家愛發家。所以一下嚟講吼，轉型正義吼，應該要有一部分要去追究講，或者係講去檢討講過去吼台灣做出按度嘅國際承諾，簽訂按度嘅條約。啊，就國際方嘅一種嘅表態吼，嗰個時候決策過程都大嘛嘅。你講洛桑協議，當時我們洛桑協議啱啱出來。好，洛桑協議實際就係到1981年嘅時候吼，民國70年到瑞士嘅洛桑吼，人就同意講以後人台灣嘅代表隊參加奧運吼，就用安尼樣到 Chinese Taipei 代表團嘅名義出比賽啦吼。實際啊，嗰個時候吼，奧委會吼佢講人家就會。台灣出來嘅一條運動員，台灣出來嘅啲代表團吼，很多 Chinese Taipei，中文很多中華台北。
但呢，人家吼又把一台北两个是拿铁嘞，所以人家到台湾，包含总统，包含加林家两市长，就一直讲总法欧菲，总法欧菲，这才唔系总法欧菲哦，正式几多国际嘅名称，係總法台北歐菲啊，總法台北歐菲，做乜嘅下台北兩個字出來，就會代表講當初嘅含義哦，並唔係一種正式嘅認同，而只係單純代表講一批運動員就會喺俾台北嘅中國人，係。你係會告訴講嘅都含係體育場合，不過方面大家哋當到國際組織，乜嘅做乜因為控太多，其他兩位也變成是台北。一點就喺台灣吼，講實在以前部分嘅外交人員吼，係你政府吼講麻煩，因為實在有當到國際組織並唔係用Chinese Taipei啊，譬如講以前亞運，人就用一吼，譬如講。台北然後逗號中國，好，然後就講嘅抗議中 under protest， 哈，也就是講並唔係所有嘅國際組織就自然而然而接受奧運嘅一種約束㗎。唔係啊，因為嘅體育嘅問題，體育咧唔係體育問題，有其他像國際組織奧運都非有乜嘅權利去約束，冇可能啊，跟冇可能，嚇，所以講。而家從其他地方吼用咗Chinese Taipei一種權非常嘅一種投籃也好權益也好嘅名稱啦，嚇，比如講 APEC 也馬上就愛開，也都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好，還有講一種世界貿易組織WTO 人係用很多台澎金馬嚇關稅兩用，但係台澎金馬實在人建成就台澎金馬代表，也做對啦，因為也係唔正式名稱啊，但係人又不一樣嘅，要把佢改成講，就會按到 Chinese 台北吼，一種就過度嘅寄託。實際上，中華民國嘅法律也好，並冇規定人哋國號就按到 Chinese 台北啦。你護照也唔係寫 Chinese 台北，冇一下有人講發通一個公投講，人用 Chinese 台北名義揀咗聯合國，這都冇人可以做完嘅事情。聯合國有冇結束？就講唔切架把依啲奇怪嘅名稱吼，把佢標喺唔切架頭拿方。我知道也係過去嘅事實，佢當然啦吼，一片並唔係講唔用其他名稱吼，100%都國際組織就有通過，佢不見得。但係吼，不同嘅組織總係愛盡量去爭取，吼，樣板嘅維護一台灣嘅主體性，能夠代表台灣嘅現狀，一點一天嘅乜嘅組織吼一樣就要去爭取，唔係講吼，依個名稱吼就知道講方便，然後就全部國際間就一體適用。唔即係呢按你一體適用嘅別人用可能會同改名咯，我睇別人用可能會變即係行開尊重即係，佢冇可能啊。你客家人係講句話，人命啊，人命無拍水，所以講嗌命啊，嗌講嘅算。係啊係啊。唔做唔得講嗌講自己命啊，嘅土法嘢係講鹽土唔錯，因為你係嗌嘅命。結果唔看 Chinese Taipei 係即係冇出來。你上半場你阿團你是好得有總告訴來你小嘅，你下半場其他問題包含你下。台中市講我政府，你敢有可能有效？啥了？還有乜個路、乜個鋪數？你做得行嘅，閒聊一下講過這，你啱先咧強調轉告訴，很多相關嘅問題。我轉到討論嘅現狀，燃燒家總教授講到嘅歷史，多理下事件來看，我先請教總教授，中國單方面一下講，汽車業主判件，兩件事情按外發展，不除了意外麼？哪一點沒看到市長講，剛開始依合約提出勝負，落實講量咁有效？第一啦嚇，就係講一個東亞青年運動會嚇，實在佢並唔係。國際奧運會，還有亞運會，就亞洲奧運會下部嘅一個附屬嘅組織，並唔係。所以，不管到國際奧運會，還係亞洲奧運會有乜嘅決定，不見得能夠100%影響下咧東亞青年運動會。東亞青年運動會也可以講，就等於係一個東亞一種嘅刺通刺法組織嘅一個運動會嘅時候，並一國際性代表性好，實在並唔係講非常之高啦。不過一開始你看到像台中市
嗰時2014年審判時也講，你喺你台灣頭一擺拿到奧運體系運動會嘅主辦權，記得是強調嚟嘅奧運體系是強調嚟件事情。我知道，當然因為之前辦過係很多整期都係很多世界太后運動會，吼，喺整期都係一種嘅聽障奧運會，還有世界運動會吼，一整件就同奧林匹克係距離係完全兩個體系。吼，大家看到一開幕典禮，然後大家對世大運嘅時候當初就做到個冇奧林匹克嘅事啦，吼。係一冇嘅誤犯嘅嗰種標誌，佢當然並不代表講一冇嘅誤犯嘅標誌，一運動嘅水準、成績嘅表現就會冇。當然，兩件事情。兩件事情，但係不管樣嘅吼，你睇吼，即個一東亞運動會吼，大家看到吼，中國佢一撒就有幾下票，中國一票，香港一票，澳門一票，然後佢主席自家也有一票。所以佢雙人條是雙人嘅呢？國際會議吼。一般除非講正反兩邊係同票吼，冇一般主席係佢不介意投票嘅。冇發現到大家就知道要推過強國可能會去介意啊，變成一個國家就變成有兩票。吼，明明主席一天咧推俾每個國，一天每個國家國民嘛，所以一般主席冇投票。一般佢等於講完全違反嘅國際會議應該有嘅規則吼，而且大家要認知到就會。亞咧東亞長遠運動會啊，本來就會對於講中國嘅主場嘛，佢條設架可以一個國家可以裝目到4票，都一種吼都一般嘅國際場合也唔會安排啦，所以台灣一擺都有啲地方有吃虧，但係並不代表講都所有嘅國際場合，甚至都有亞洲嘅國際場合吼，中國就可以用共用嘅辦法吼來影響。來發揮來打壓台灣，也不必按比幹。好，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吼，既然也係呢個另類嘅組織，就係講人哋條設架，吼，有幾個國家簽一批嘅運動會，吼，既然講臣服，唔當然係你同人哋組織本身去臣服。係啊，唔係講同人條唔相關嘅組織，吼，嚇國際奧委會係呢，嚇也亞洲奧委會臣服，其實都講也同人冇相關啊。係啊，你以前老幾神槍啊，做乜你下臣服來簽嘛？神槍也唔係聽人神槍啊，一飛一。咪啊委託去主辦啊，嚇，所以都有啲人知道可能臣服成功，因為可能不順利，就會講邊邊一條冇理由咧，冇嘅啲權利去影響，因為一條肺炎就係你嗰條原來投票嘅肺炎嘛，嗰條原來投票嘅肺炎，你冇乜問題，唔係你之前嗰條再開一多飛來結嘅，佢大家佢想象嘅再開一多飛，可能開唔起來啦，就算開起來，也不可能推翻原來嘅題目，就變咗一非常可惜嘅啊，所以我知道。希望可能不太啦。唔怕，喺沙下來發展，人家趨勢會同你各種強下來關心。你很有一點我強下來看到，其實中國的打壓吧，我看到嘅是唔單強勢係對體育場合提像哪一件事情，加下取消你只主辦權咧係24個月，兩個月對25個時間，你話你哋係乜個意思咧？對差唔多32年以前，中國是要求44間國際航空公司講，你條做唔得講啦，台灣你個名做唔得用啊！你做清去改到中國台灣，唔是中國台北。結果期限都25個月係簽滿期限嘅，冇想到全部嘅航空公司現在以為堅持咧，也做清改脫咧。就說美國嘅國務院也支持佢哋7家航空公司講唔好改，不過美國嘅 UAA 同樣改，有乜用？包括下擺兩條新聞。大概美國航空名義本來目的地台灣，一下已經納入直選台北。中國點名45間外資航空公司，順帶將台灣列為國家，查比係簽約期限。到簽約期限為止，各間航空公司攏想採結果，不過攏有自家嘅講法。除了像美國航空，亦係全宇航將台灣納入只有台北，還有像係馬來西亞航空，嚟到表示係中國台灣台北，亦係荷蘭皇家航空表示係中國台北，印度航空將台灣按作中華台北，嚟到做法攏無相關。美國國務院重申反對中國政府被私營企業擁有經濟意圖嘅特定語言，美國航空冇應該本應被愛遵守約定。We would oppose a government's demand on private corporations that private corporations label something the way that the government demands it to do that. I was not aware that the companies said that they would fold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 I would just refer you back to those American companies.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政治基础。
我想美方对此非常清楚。例行記者會上，官方表示肯定外國航空所採取嘅政界系統。另外，外交部對中國當局被國際民航業者違法台灣嘅名表達嚴厲譴責。前外交部長陳建仁認為，政府應該要積極來解決兩岸嘅僵局。長久的辦法可能還是要歸根結底的，就兩岸的關係上啊，要想辦法做一些改善，甚至突破。到目前為止，各間航空業者已經妥協解明，未來官員出國訂票權益會產生乜嘢樣嘅影響，值得關心。卡卡新聞綜合報道。看到了新聞啊，千無理解一件事情係先請教總教授好，因為我對呢件事情係自己有經驗當強烈的感受係，我記得差唔多是30年以前，中國做了要求嘅時節，美國的國務院啊，官方嘅個新聞稿一下講中國咧按照 Orwellian nonsense。歐威爾式的謬論，因為我當後咧作家，英國的作家，佢寫1984寫《動物農莊》啊，我看到哇，美國按強硬誒，歐威爾寫佢，你看佢批評咧老大個主位叫佢左傾變到痛吃人的那種象徵，結果我們看國務院按支持美國的航空公司，做乜嘅美國航空公司係呢大條咧？我想有幾個原因啦，吼，第一，而家中國同美國都個貿易戰啦，吼。中國希望美國的公司都中國遵守中國的法律，美國當然也希望中國的公司都美國遵守美國的法律。而且你看中興案一件事情，中興案法院就中國的公司都美國違反美國的法律，美國就要來制裁佢。所以，好當然就係講美國希望建立的原則，就係講到外嘅國家做生意就要遵守外嘅法律。好一點對中國來講，中國還是虧較大，因為中國違反法律嘅事情較多，所以都一點哦，佢當然。好就不願意支持一個法律，就講美國可以冇遵守中國的法律。好，這樣也意思改，給中國也可以拿一啲，好一種到美國國內去違反嘅智慧財產權嘅啲種種吼。啊，你對美國來講，是都增加交稅嘅困難，也第一點。第二吼，美國有一個觀念就係講，好假設講所有航空公司哦，有那隻航空公司冇改。結果造出到不平等的待遇，甚至本期開除的不能比吼。嗰個時候美國政府怎麼建議？好，假設講有冇人提出抗議，係那個航空公司本身冇乜個太意見，好，嗰個時候其政府也唔會改，啊，也係一種學海洋法嗰種嘅發現大規模無辜無理嘅概念啦。好，第三就會講，一個非常重要嘅觀念，就係原則就係講，也唔冇。台灣吼過去長期以來吼，加上年紀較大嘅觀眾朋友應該就記得吼，有一段時間吼，比到日本，和日本比到台灣，日本航空做唔得比呢，按到日本亞細亞航空，好條條嘅改名。因為日本航空當個有一個日本嘅國旗，以前啊，以下有冇，所以佢講連台灣就不能比哦，因為嗰個時候嘅好一個中國政策，所以連台灣當到。航空公司連比就唔敢比啊！好，跟莫講嘛，跟名稱嘛，跟台灣也好，中華民國也好，連比到那國內就唔敢比行。好，所以一來講，台灣嘅托兒色彩已經比啊過去來講吼，已經變較好。當然係呢冇啦，但係所以講有人講台灣因為樣板樣嘛，所以一下變咗按鼓勵唔係事實。好，當久以前台灣行較鼓勵，後來變較好，一下又好受到一點影響，但係總體以來吼。同人家作為台灣嘅話，統獨嘅政策其實冇乜個太關聯，好完全就會好中國國內自己國內政治嘅需要，好佢國內政治嘅形勢嘅變化，佢需要有啲嘅成績，所以就潛到一條事情好來做影響。最後一個原因啊，就會而家某個公司吼，外國航空公司唔改名，好中國講哦唔當乖，好當好，好但係哦唔改名，喺台灣會懲罰唔？也唔會啊！你冇隨條懲罰啦，因為係希望佢做得不嚴厲。所以希望人自己做得嚟比，所以你可以講佢改名並冇有乜個懲罰，佢做成年人見他有人講。有呀。所以一件事情就會最後原則就講，台灣本身唔係冇個權利，去懲罰，係你講唔乜個公司則改，我就不准比。佢可能有一啲嘅作用，但係也至少基於當地嘅政策嚟考慮，人家冇人嚟做。最後一類
台湾的國航空公司，國政府有股份的吼，所以他嘅航空公司喊到都發航，喊到都 China Airlines， 所以那你用白去說明咧，國際嘅航空公司不能辦成為 China， 你即個就講唔通嘛，冇國內航空公司，所以他也有國政府股份的，人家都 China Airlines 嘛，根本講人家國好，所以人家啲下冇，實在唔多國之間，然後去搞殺，甚至加講嘅講懲罰，變成根本冇理由啊！我做係用隻咩係咩阿 Q 嘅想法吼，你下兩件事情本來想到一點，你看體育也好，你下航空公司也好，其實雖然講你本人是體育也好啦，講你講本人愛發也好，一點都因為我可能加隻國際嘅媒體，其實有好少個報道，要講到台灣，我一樣想嘛是講，雖然你對呢方面你本身是體育不過。你國際嘅知名度本人看到嘅機會，因為樣增加，所以用呢一隻角度來思考，也係正面嘅。我想當然啦，因為家講到一啲商業嘅安排吼，實在本身也同佢哋國家對中國政策，係對台灣政策也有關啦。唔講歐洲嘅改動腳，因為歐洲佢最喜歡堅持一邊，因為佢國際形勢嘅關係當中，佢最常講嘅就係依個中國。唔講日本和台灣佢。本身咧考慮無窮樣，所以佢有無窮樣嘅考慮。美國有無美國嘅考慮嘛？所以嚇，某個公司嘅態度，實在就同佢本國咧對台灣嘅政策係直接影響。因此嚇，一邊因此講不管樣嘅嚇，因為幾個國家對台灣政策本身也冇改變啦，所以佢公司改唔改，嚇，實在大家也不必太在意啦。嚇，因為佢本身咧對台灣政策就冇改，但係慢慢咧，假設講中國嘅種態度不斷嘅強化之後，嚇，世界各國係咪會慢慢嘅改變對台灣嘅政策？啊，到此都一點係較落，係有希望嘅，因為中國也係貿易戰，嚇，當到國之間也對佢也不滿嘛，然後一種嘅，而且也係安泰國家都要效果。